想揾個歐盟身份兼環球免簽嘅理想移民地，葡萄牙移民就係你嘅最佳選擇。葡萄牙不但生活質素高、氣候宜人，仲可以通過投資或創業等途徑輕鬆獲得居留權，全家一齊移民都得。5年後更可以轉永居或入籍，享受優質教育、醫療同稅務優惠。今日我哋睇下葡萄牙黃金簽證同創業者簽證有乜分別。葡萄牙黃金簽證係為高淨值人士而設嘅快速移民通道。呢個簽證最正嘅地方係，你只需要投資最低50萬歐元就可以拎到居留。投資者可以選擇以下選項：A. 50萬歐元私募股權基金，唔包括與房地產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投資。B. 創造至少10個就業機會。C. 為研究活動捐贈50萬歐元。E. 50萬歐元設立商業公司，並創造5個永久性就業機會。其中私募股權基金成為投資者的首選，且每年平均只需要留喺葡萄牙7日就得。投資者唔使喺葡萄牙做嘢或者開公司，5年後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或者入籍，自由出入歐盟國家。最啱嗰啲想攞歐盟身份但又唔想成日住喺葡萄牙嘅人。而葡萄牙創業者簽證就係為咗吸引創業家去葡萄牙開公司，除咗投資15萬歐元，都要交份詳細嘅生意計劃，仲要葡萄牙政府認可你間公司有得做。同黃金簽證唔同，創業者真係要落手落腳做嘢，而且每年最少要住夠半年。呢個簽證最啱嗰啲真係想喺葡萄牙發展事業嘅人。雖然手續麻煩啲，但係可以享受到當地嘅創業優惠政策，同樣係5年後可以轉永久居留。不過要留意政策隨時會變，聽講2025年可能會再提高門檻，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，最好早申請。自由便利，全家受惠，仲等乜？趁政策未變，立即行動，把握屬於你嘅黃金機會。